秋葵，秋葵，秋葵，快中秋节了，哦，长得很快哦，2、3天就长得很长了。一般卖的大概10公分左右，比这个可能不同品种的比较小的，它的颜色比较深绿色，这个有点黄绿色。你看这么粗，只要这个尾巴按了下去，或者甚至把它折断，能够折得断来可以煮来吃，连那个汤都很好，有点像那个勾芡呢，或者是莲藕粉那种汤呢，很有营养。蔬菜中的人参叫秋葵，植物伟大的伟，哥哥的哥，伟哥。水果中的人参叫桑葚，水果里面的人参第一名的叫桑葚，桑葚。庭院不能种那个桑葚桑那个谐音的桑，避邪，趋吉避凶吧。